起来搁会使翻，因来破关，咱着行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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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大家播声，哎，这条道路通台湾，通台湾，台湾。阿文甲阿丁后一站要前往美浓，美浓是客家文化重要的所在。因爱伫开基八公庙偷开相片的卖底，到底客家文化甲汤姆森玛雅各之间有甚物款连结？又可是安怎去影响到现代人甲土地？遮啦，迄间红红的间，嘿啦，哦对对对，开基有我庙。看到伊啊，看到伊啊。讲叫咱去庙遐，啊，搁爱找关注做伙解开这相片的历史背景之谜。咦，直接来去庙头前看，关注敢有伫遐。好啦好啦，哎呀，无摇半步。晓了晓了，两个人啊，穿哪色衫裤？敢是关注？都死吧，这个有两位呢。你好，你好。请问，你哪会熟悉我？知影阮的名啦。所以伊既然知，应该就是咱的关注啊。找足久的。安尼，请问咱两位关注要哪称呼哈？我姓老，老师。我姓老师你好。很感动嘞。哎，咱咱咱是啊，老师。即安尼，咱讲要来解开这张相片的背景之谜。是，这张相片哦是玛雅各甲汤姆森因去团假是伫半路伫大目江迄个所在翕的相，对无？大目江就是咱即摆的新化。伊迄阵吼经过一个客家庄，啊，你有注意到这张相？妇女穿的衫，很感人嘛。这小像穿的衫，做小小，拢是阮客家的传统服饰。所以这就是客客家迄个客人的衫，就是这个形体安但是尼。因为因迄阵要做事，所以枪啊比起来就对啦，对比较悬啊，你看啊，这嘛爱比比起来。衫裤中嘛有人在比要哦。做时来呢，啊，炸物件要转来先就放遮。哦，这拄好一个落地啊。老师，咱即届啊，离这开基八公庙啊，所以你就是要阮两个来体验这客家的传统文化咯。对。啊，我先甲你介绍讲咱这个开基八公庙开基八公，这就是阮为屏东迄边来遮开垦的时，要保庇咱大家开垦平安的一个土地公啦。庙形体起较像是先人的墓厝安尼，伊中嘛无神尊，伊的神尊的迄位是一块牌啊，啊顶悬就是土地公的名号安尼。恁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去拜访叶家烟楼。叶家烟楼烟楼是咧做婚吗？对，较早咱有种婚、种烟叶，伊这采收了要互砍树，哦，要互行互搭的所在，叫哦烟，楼。烟楼。好，你对烟楼有迄个印象哦。伊的迄个形体你有印象吗我？还记得是去圆的，啊一栋安尼悬悬啊，我咧想应该是真旧的厝厝，了。啊，毋过啊，你看迄栋的，红砖啊，你看像一般的人会徛家的，啊，毋过来问看卖啊，去头前啊，这角上旧的就这间啊。啊，就问看卖就知啊。等一下你好，你好。请问你就是咱的关注吧？ ，yes，安尼这栋就是咱的要吹叶家的烟楼嘛，啊，结果真正是烟楼呢。迄个厝的造型，甲我想的无啥相像。烟楼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第一个，它的屋顶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嘿，它的造型就是上面有个凸出来的天窗，哦很像那个日本太子的官帽一样，所以这卡扎嘛叫太子楼，太子楼。太子楼 yes，像伊的帽啊共款的。哇，哎，安尼讲哦。第二个特征打开这个神秘之门锅炉爷爷，就目前这烟楼是要用来做啥？要混油啊。混油啊，烘混油啊烟叶火呢打掉了，是。烟叶要放伫倒位？披伫这迄落，有，一站安尼哦。这个少年仔有前途，安尼。我来甲伊搞做婚。高鼻拢来从容，要安怎将伊烟叶挂在上面，
用盘啊吗？用盘型的吗？一站一站安尼啃。对对，好，提示一。提示。它一杠一杠嘛哈。是。啊，上面可以架什么？德哥。拍啥看一款啊，架在老师的手顶管啊。老师，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咧拍薰的吗？拍像迄个。对，没错。这有一条绳啊。有绳啊。这个绳啊是会看到家来呢。哦，长的。长的。好。这么长的针。好。把烟叶一片一片串进来，串到这里面来。条绳啊。拍迄个鱼波啊。啊，对，有概念嘿，这差不多哈。这一杆烟叶大概我们32到36片这样。32到。然后背对背，好，把它串在这个烟叶上面。然后呢，要把它架在我们那个横梁上面。听老师咧甲阮介绍讲，迄个咧烘烟草的时阵，我感觉哦，迄真正是介辛苦的一个工课。透早爱收啊，暗时爱烘。我感觉吼，迄出来应该是规支手拢建枝吧。其实哈，这个有一个较特别，因为这个烟炉哈，我们要把水分熏干嘛。嘿。啊，要不要热源？还有烧的啊，还有烧的。下骹还有空哦，汇入来安尼吗？哇，你那这样搞啊呢？热气从那边出来之后呢，我们还会有铁的筒子中空的，然后让那个热气可以循环的对吧？循环，哎，可以平均的散播到整个烟楼。好，然后呢，借由空气对流的原理，我看到这汤啊不？好，冷空气从这边进去，好，从上面那个太子楼那个官帽那边出去，好，然后呢，热气就是从这边，那个刚才的调一个进空气的大小哦，你看这个安尼。足科学无？对啊，空较大就火就较严。哎，然后呢，24点钟连续7天，同起码7天，拢爱有人伫遐过火。袂当花去，袂当花去，7天一直烧，啊，袂当困，袂当困。哦，这真正足辛苦的，啊，讲外口爱种这薰草，哦，种了啊内底搁烧，爱伫顾，讲7 49天啊，这跟咧练仙丹呢。老师，啊，阮学了遮济这烟楼的故事啊，啊是讲阮两个任务是啥物啊？准备要来过关啊！歹势吼，阮遮无要互你闯关啊！你闯关吼，去找一个所在叫烟事务所。烟事务所，听过未？伫迄边。所以往迄边就对往迄边就对。好啦，老师，咱先来。老师谢谢啦。无送啊。好，谢谢。天气讲变就变。是啊，是要有落雨啊。人讲是这个方向啊。应该要到了吧？这间看起来真特别呢。哎，数不上。啊，这间。来。伫入来这个空间内底啊，我就随看到，哦，这光线有够水的，而且边啊嘛敢若有几个单位哦，这敢若袂输咧咖啡厅咧，真特别。这个所在叫做美浓烟叶辅导站，伊是第一座伫美浓成立的。有关于烟叶的辅导站，建婚的时阵无，伊爱有许可哦，抽签，你有抽到，你才当建婚。爱有牌个样子。对，然后你就爱来领伊的种子，伊的籽领。嘿对，你全部拢烘完了后，你要交伊对，你嘛是交来食。嘛交来食。因为咱有分7级啦，啊你啊烘愈水，啊你就会当领愈侪钱，因为公袂叫会甲你收啊，这伊的功能就是安尼。这个薰草的产业是以早美浓遮传统的产业啊，啊，不过尾仔因为无咧种植啊，伊用这个无同的方式，甲这个文化甲这个记忆传承落来，我感觉有意义，真趣味。老师，所以咱今麦是要准备要来创啥？咱今麦要来做手抄纸，按哥咱手抄纸内底有烟叶的意象。这吗？就是这，还是花啊？就是这。对，就是花。对，伊内底有籽哦。哈，这就是籽，像沙安尼，这就是籽。籽才油哦。籽才油。迄籽也可以用落去哈。嘿，对。要用偌济？看你想要伊较济还是较少，拢会当。8就好啊。对。内底已经是就像迄卫生纸。系啊，糊的感觉。纸浆哦。电视顶款有看过，啊，不过甲电视顶款无共的是。伫美浓遮用手工做纸，你可会加迄个薰草的籽类，所以做出来迄个纸的花草，甲一般手工的纸，佫无啥相像。伫摸到老师去用阮的迄薰草做的纸了，我想讲，嘿，这摸起来足特别的，这有手工的温度。老师，安尼阮两个拢做煞，啊，这关是不是就破关啊？对，过关啊。哦，来，介搞诶。耶！等下。花卡
手机啊叮当一个，哦，算出来哦，哦，差点袂去。看这个。伫这美浓的双溪，一位姓钟的作家，伊的身影就伫纪念馆头前，馆主嘛伫遮等你。是伫倒位啦？